再来看农业部台北有生年的政策暂停了后，台北市是家己来推动学生零生年的政策，一礼拜提供一届哦。市长蒋万安早起是甲教育局、产业局有北农等单位去婚林中华牧场实际去了解，希望讲大家当做伙来关心本土的酪农产业。 大嘴，甲今日拄摘出来的牛奶饮落，大家学了解特质。为着实际了解本土酪农的产量甲品质，台北市长蒋万安3月12日带市府相关局处甲北农等的单位，落南到婚林中华牧场来勘查，希望确保咧要实施的学生啉牛奶政策供应拢无问题。了解我们酪农的辛苦，同时也了解在整个生产的过程每一个环节，来让各位也了解我们台湾。 本土的鲜奶是非常的优质，是亚热带国家的冠军。对我们的肉农业这个有滞销的问题，进口奶有时候太多，我们多帮我们销售那个在地鲜奶。婚林在地酪农表示，纽西兰牛奶开放零关税进口了后，已经威胁国内酪农产业，希望台北市甲台湾酪农合作，让囡仔会当啉到本地家己所生产的牛奶。市政府嘛希望中央会当支持。 中央也认为声称喝鲜奶这是对的事情，这是应该要做、本来就要做的事情。中央也编列了44亿的经费，只是在执行的过程遇到了困难。我认为对的事情就要坚持。 对市年牛仔囝看牛奶制造到后来运输，蒋万安表示，台北市学生啉牛奶的政策4月开始，逐礼拜提供一摆，予国小甲幼儿园的学生，若要专门来买优质的台湾产地牛奶，嘛希望透过这摆落南的勘查，予大家更加重视本土酪农产业的发展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